就是有一次呢，我就刚好去台北出差，然后因为也是最近才刚好刚好在玩交友软体嘛，然后就是可能刚好就是在交友软体的时候，就是刚好有那一天的时候，刚好有2个大陆人就是有刚好密我，然后他就说他心情不好啊，然后就是刚好来台北玩，然后想要找人出来聊聊喝酒这样，我说OK 啊，然后他就先叫我去他们的饭店等他，他们的 Robbie 等他，然后他们饭店大概是在西门町的某饭店这样，然后我去的时候，就是他就说，你再等我一下，因为就是我可能因为我心情不好，然后有人在陪我，就是我有家人，刚好台湾的家人在陪我聊天，然后之后就等了1个多小时，然后后来1个多小时就终于出来了，然后发现到他一开始呢，就是他跟他本人，差距就是照片实际差距是非常大的，那我觉得蛮意外。可是我想说，好吧，这样就出来了，那就可以还是聊聊好了。然后之后呢，他就是说他去附近的一间酒吧喝酒，然后去喝酒的时候，他的目的好像都一直很希望我把酒钱给垫高，他都希望他会引导式的让你就是点比较贵的酒，他自己也有点很贵的酒。然后大概当点完之后，他就会要求说要结账了，他就要求说我说不是 AA 嘛，你们大陆不是 AA 嘛，他会想尽办法让你付钱，因为男生都是爱面子的，他只好就付钱。然后那时候就心情有点不是很开心，然后之后又说，他说你不是心情不好那是怎样？然后他说我心情不好，我没有酒，我喝不下去。他又想办法要你掏更多钱去买酒，可能要你刷信用卡之类的。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就当下的心情可能就觉得怎么会这样？就其实觉得可能只是遇到一个龙，这样子心情原本很不好。然后可是当我回去之后，另外一个女生又传简讯给我说，她刚好来台湾玩，想要喝酒。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不对啊，这个好像怪怪的。然后我就上网去查，发现到这个其实是另有蹊跷，然后好像这是大陆的一个很惯性的诈骗手法。然后台湾呢可能就是比较少这样，然后从大陆传过来的方式，然后可能他就是要想办法让你付很多的酒钱，买比较贵的酒，他的说法是怎么样？他的说法，他就直接点因为开始你会想说以为是 AA 嘛，当他选择比较贵的酒，你想说反正是他付钱无所谓，可是当他结账的时候，他就会说，你一定要请我啊，因为我心情不好，不是我今天没带钱，你一定要请我啊。他利用男性的弱点，就是想说你可能男性需要面子嘛。然后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被诈骗到7、8千块，可能快要破万的，可是那些酒钱可能就是用很便宜的酒来代替，因为这是合法的，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诈骗，这确是一个诈骗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样。是不是有可能说，这个大陆女子，她跟这个酒吧他们是有串通好的？对，应该是我去网络上看，是他们就是这是一个他们的串通好的一个模式。然后他们这个有一个术语叫做酒托，然后可以网络上都查得到很多资料。以前在广东一带蛮多这种事情，因为可能流行好几年了，然后台湾可能这1、2年才开始。